杀那些没斗气的，杀完就走。你们就只有这一次机会。你们要劫货，把货抢走不就完了？为什么要杀没有斗气的人？你从哪里冒出来的？以后萧家的商队都是我罩着了，你们不要再打主意。哼，一个人也敢来抢生意，活腻了吧你？看你们的样子，不像是那种不入流的土匪。你们是佣兵吧？说，你们是哪个佣兵团的？是谁雇佣你们对付萧家？动手！再走一步我就把他丢下去！你们都是有斗气的人，为什么要踩杀没有斗气的人？快告诉我，到底是谁雇佣的你们？不然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。你有种就杀了我！别！我们认栽，只要你放过我们老大，我们立刻走。你们走不了了，快说吧，我没有多少耐心。我们是大石镇狼头佣兵团的。大哥，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我很快就去拜访他。大哥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大石镇在哪儿？就在前面，不远处。萧炎哥哥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是个佣兵团的人。这群混蛋，专杀没有斗气、不会斗技的人。他们就在前面的大石镇，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我要跟你一起去。雪儿，你留下来保护商队。爹说了让我跟着你。好了，听话，商队也是需要人保护的。等我回来。撤！看一看吧，新鲜的萝卜，新鲜的萝卜，大哥你看一看吧。好嘞，那走，再来啊。没问题。我告诉你，上次啊，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的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叫你们当家的出来，不然我拆了你们这狗窝。在家木蛇，请问阁下到此所为何事啊？你就是这狼头佣兵团的老大吧？你也不好好管一下你手底下的恶犬，还要我特地跑一趟来帮你管。砸场子也得留个名号吧？你不配知道我的名字。在家木蛇，不知哪里得罪了阁下，进屋里一叙。若真是我的错，我磕头赔礼便是。大哥，杀了他！就是他毁了萧家的药车。你的手下在山谷中伏击车队，专挑没有斗气、不会斗技的人杀，可谓是罪孽深重。你这当家的，可得替他们负责任。
我狼头佣兵团在大石镇也是响当当的，用得着你教训？你信不信？我随便动动手指头，你今天就别想出这个门。杀鸡焉用牛刀？哼！对付你，赤手空拳足够了。大哥，喝水。小子，接下来我这一拳打在你身上，你会必死无疑的。大哥，二弟！你们狼头佣兵团专杀没有斗气的萧家之人，罪孽深重。今日我在此废你们二人斗气，省得你们俩日后再作恶，让你们尝一下没有斗气的滋味。3日之内，我要你们挨家挨户的去被你们杀的人家里磕头道歉，把你们抢的钱财全部还给大家。若是没有做到，我定再来拆你们的狗窝。二弟，二弟，二弟！商队的伙计都睡了，放心吧，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的。你也不问他是谁雇佣的他们？雇佣他们的人，一会儿自己就跳出来了。我看那些佣兵团的人也不怎么样啊，怎么能打伤那么多萧家子弟呢？来了。岳老，情况紧急，赶紧传我一套功法。干嘛不用你的尺啊？用尺子他们会认出来。你这带的是……哎呀，我不能用尺子，用尺子他们会……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现在是严萧，不是小严，你不要闹了。你现在赶紧随便教我一套功法，快点。线上教线扎耳朵眼儿啊！放好了。
厉害，厉害，记住了吗？哎，没有。记剑意，不要记剑招。去吧。好嘞。保护好他们。星陨阁的剑法，日月同辉。元宵兄弟，难道你是星陨阁的师兄？咱们老宗主与星陨阁的阁主私交甚好，大家要是有什么误会，可先要说开了，别伤了和气。怒狮狂罡！身为云岚宗弟子，做人保镖也就算了，你们还滥杀无辜。云山那个老乌龟，自己不正，没想到手底下的弟子也这么恶，竟敢出言侮辱宗主，你的死期到了！一个加列币，想必是请不动你们云岚宗的。说吧，你们究竟是奉谁的命令来为难萧家？你们又为什么要袭击萧家的车队？我生平最恨的，就是欺负弱小。像你们这种滥杀无辜的人，该死！我不傻，废了你们的斗气，让你们也尝尝普通人的滋味。你废我斗气！我要告诉宗主，还你40万盾！那个老乌龟要是敢来，我就……谁在这里骂我？是宗主，别过来！你是谁？在下元宵，星陨阁弟子，拜见老宗主。剑法是寒风教的吗？却是寒阁主所授的日月同辉剑法。就你这几手三脚猫的剑法也叫日月同辉？你的怒狮狂罡呢？你怎么会萧家的功法？你到底是星陨阁的人，还是萧家的人？萧家孤我保护商队，作为交换，他们送给我这门功法。小战用自己祖传的功法来做生意了，哼，也是没落到底了。就凭几手三脚猫的功夫，就把你们的斗气废了？我们不知道他会怒狮狂罡，被他偷袭了。自己斗气不够，就敢偷跑出来？啊！去吧，把商队的人全部杀了，别让人家说我们言而无信。是。等一下，你们不能杀他们。
你倒有几分骨气。我跟你们韩阁主有交情，看在他的面子上，你赶紧滚吧。那些相对的人，他们都不是斗者，都是普通人。你们这样欺凌弱小，算什么名门正派？你不怕死吗？当然怕。可就算死，我也不会眼看着这一切发生。好，言消是吧？杀几只蚂蚁，还不用我亲自出手。如果你可以跟我过3招的话，我今天就饶了你。好。3招，3招，不是狂歌！别想没死，愿再领1招。长老，帮忙吧！我不能用异火，也不能用玄重尺。愚蠢！就算你玄重尺、异火都用上，在他手底下也走不过3招的，异想天开。那就看着他们把商队的伙计都杀掉吧。斗气大陆，强者为尊，你自己都保不了了，还想保别人啊？眼看他杀害平民却不管，当斗者何用？算了，我自己来。我把斗气灌到你的身体里，可以挡1招，但这第3招你要自己想办法。我刚才只用了1成斗气，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叶萧哥哥，你的斗气哪位高人在跟我开玩笑？出来！出来！第3招。魂殿的离魂术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，你还不清楚吗？云山老二，邪魔歪道，你以为我怕你吗？
睛怎么了？我用斗气逼得眼睛出血，这才逼退了那个老乌龟。雪儿，你帮我护法，我要疗伤。醒了，你知不知道你全身经脉都断了？我把云山老头给吓跑了，说出去谁都不会信。也好，我们修炼下一层焚诀。修炼这一层焚诀讲究的是大破大立，全身经脉都必须碎裂。这样说来，云山老头倒是帮了你大忙，这个罪受得值。来吧。小心拿好。谢谢啊。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么受欢迎啊！是啊，哎呀，好，哎呀，这下可好了，哎，看看排这么多人，可不是啊！啊，老爷，严萧先生回来了，真的，真的。哎呦呦呦，赶紧迎接！萧老爷，啊，小姐，回来了。哎呀，辛苦你们了，应该的。来，赶快把货卸了，待会儿家宴，大家好好庆祝庆祝啊！萧家终于盼到好日子了。前辈回来了，你们辛苦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管他叫前辈？啊，在我们公会里是按炼药师的品级排辈分的。严萧前辈是3品炼药师，我们自然得喊他前辈了。待会儿萧家的家宴，还请工会的兄弟们赏光啊！谨遵前辈之命。这个加列毕呀，前几天居然跑到萧家的药铺，是又吵又闹，还开口10倍价格，要请炼药师去他的药铺给充门面，让我们一句话给顶回去了。您快说说。我告诉他，工会上下唯萧家马首是瞻，一个土财主，就让他走远些吧。来，古尼大师，之前我们萧家也没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，你何必帮助加列家断了我们萧家的药材供应？这个事儿大大的错了。来，咱们喝一杯，把过去不愉快的事儿都给他忘了吧。
古尼大师，我也是萧家的长老，难道不配敬你一杯吗？我是药材行会的代表。之前你们萧家频频出事，所以才停止供货。现在也只是靠严萧先生的保护，这一次才平安无事。但是你们能保证每一次都平安无事吗？这次收拾了佣兵团，废了云岚宗3剑客的斗气，还不够吗？加列家还请了什么厉害角色？我听药铺的伙计说，这次严萧先生也是身受重伤，勉强在人家手底下走了3招，用命才把车队保护下来。有这事儿吧？说实话，我是不太相信的。是吗？是。我和云山走了3招，受了点轻伤。难道云山宗主也参与了？那倒不是，我废了那3个云岚宗剑客的斗气，只是运气不好，打狗碰上了主人。在云山手下走3招才受轻伤，了不得呀！年纪轻轻却有这样的实力，真是惊世骇俗啊！放眼斗气大陆，何人能做到？那真是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呀！来，大家干一杯，干一杯！只是这加列家请得起狼头佣兵团，但是绝对请不起云岚宗。究竟是谁在背后与萧家作对，我还没有查出来。萧老爷，请再多给我一点时间。严萧先生倒也光明磊落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还有2天，背后与萧家作对的人，好日子就到头了。这酒，古大师就留着自己喝吧。我明天再去一趟狼头佣兵团，那兄弟俩应该对我还有所保留。你知道那些长老他们今天都说什么了吗？说什么了呀？他们要为你再开一次斗技阁，把所有的斗技功法全拿出来，全向你敞开。哎，这斗技阁里啊，有一些一直封存的高阶斗技，100年了，我萧家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有天赋的人能够修炼他们。长老们巴不得你全练了啊！高阶斗技虽好，但我怕贪多嚼不烂。这样吧，等我把这次的事情办完，您帮我挑一件。这些老家伙们同意把他们给你，明天就赶紧安排吧。别啊，爹，当务之急还是重振萧家的声威。敢向萧家伸手的任何一个人，我们都不可以放过。萧家的声誉对你很重要吗？当然，萧家是5大家族之一，咱不可以让人小觑。在你回来之前啊，我没想过会这样，我只想跟你商量商量。如果形势真的不行了，萧家不如把药铺关了，过太平日子。爹，你怎么可以说这个话呢？现如今大争之势，咱们萧家更应该急流勇进。更何况，咱们就算关了门，也过不了太平日子。那些幕后黑手，今日敢杀伙计，明日就敢杀到咱家里来。现在儿子回来了，
就要把这些事全给萧家摆平了。等你从迦南学院毕业了，你呀，要考虑考虑你的终身大事了。说你呢？不是，我没想过这事儿。哼哼，我看这薰儿啊，处处护着你。我们和古家又是世代交好，他和你从小一起长大。如果你同意呢，我就抽空去趟龙岛，和他爹古元商量一下你们的婚事。这婚事一定下来，嘿嘿，我就没什么可牵挂的喽。不是，哎，你听我说的嘛。不是，爹，我真没想过这事儿。哼哼，那就从现在开始想。这薰儿是我妹妹，我是她哥哥，这事儿你这么想，那薰儿也这么想吗？啊？我怎么知道她怎么想？不是爹，您就别操心了。我们怎么可能啊？是这样，薰儿是不是在学校交了什么朋友？哎，你可得告诉我啊，她也是我的女儿。我什么我呀我？哼哼，她要是交了什么朋友，我不反对。她的婚事想自己做主，爹也支持。但爹总得知道她朋友的身家和来历吧？她究竟和谁关系最好啊？不是，他跟很多人关系都很好啊。不是爹，您就别管我们了。您看您喝那么多酒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哎，你得告诉我，他到底跟谁关系最好？跟我啊，跟韩贤啊，关系都很好。行了，爹，我也喝得不行了，你赶紧睡吧啊，我先回去了。你，韩贤，哼哼哼。老大，那人来了。谁来了？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我哥俩都成这样了，你还不肯放过我们？我要杀你们，你们早死了。二弟，你给他吃了什么？这是星陨阁的断魂续神散，吃了这个以后，他的断骨就能续上。二弟，我知道，你们袭击萧家商队是受人雇佣的。你告诉我，幕后主使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杀害没有斗气的伙计？你们只要如实告诉我，我就放你们一马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这是最起码的世间道义。世间道义？你们杀害没有斗气的伙计就有世间道义吗？其实，我们也是被逼的。我所有兄弟的家眷都在他们手上。他们是谁？
阿烈，兄弟，你放了我二弟，你放了他，你有什么气，冲我来，我求你了，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，我求你了，二弟，我已经用斗气帮你弟把那个丹药炼化了，7日之内，他的断骨就能续上，斗气的话，应该能够恢复4成。是墨家。墨家，又是墨家。墨家势力十分庞大，他们聚守在荒漠之中，是斗气大陆第一富有家族，机关暗道，武器冶炼，天下第一。他们挟持了我们佣兵团所有弟兄的家眷，让我们袭击萧家商队，我不敢不依啊！听说也是他们出面，请来云岚宗3位剑客。以后若是让我听到狼头佣兵团还在继续作恶，我定来灭了你们。好自为之吧。参见女王。臭小子，喊我出来干什么？我想灭掉墨家，他们不是你们的老对头吗？所以找你商量一下。等我九转攻城，吞了青莲地心火，他们谁也跑不了，用不着你出手。是，女王大人神功盖世，天下无敌，这个我自然知道。只是这墨家的手已经伸到了我萧家，我不能不出手。就凭你，我神人国倾一国之力都斗不过墨家，你以为你是斗帝呀？这个不敢当。只是这天底下的事情，等到用刀剑解决，那就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。我有一个主意，我要打到墨家内部去，需要你们配合。乌坦城萧家，萧炎要见墨城，让他给我滚出来！你来了，告诉我，为什么要和萧家作对？你们的背后主使又是谁？哪儿来的毛小子也敢来我墨家送死？你怎么会有？还记得我吗？我们在蛇人国见过。我想起来了，青莲地心火就是被你给偷走的。美杜莎呢？自然也在我这里。哼，那你认为我还能让你走吗？我既然来了，就没想要走。我这次来是跟你交易的。我用青莲地心火和美杜莎换刚才那2个问题的答案，如何？你喜欢的东西，对我可是一点用都没有。至于这美杜莎女王，戴在身上，更是一个累赘。你要是想要，给你便是。那青莲地心火呢？真舍得？你换，还是不换？跟我来。
说吧，臭小子，你到底打的什么鬼主意？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，我是来找你交易的。只要你告诉我，你们对付萧家的真正目的，和究竟是谁在背后指使你，我就把青莲地心火和美杜莎女王交给你。那你得先把异火和美杜莎交出来，否则你休想离开这里。你可想清楚了，这要是动起手来，你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的异火和女王了。臭小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就算我说了，你对付得了吗？你只需要告诉我他们是谁，至于能不能对付，那是我的事情。不行，我还是不能说。那些人我墨家可得罪不起。既然如此，倒还真是有另一个法子。你去告诉他们，就说你抓到了萧家的萧炎，他们自然会来找你要人。其他的，你就可以不用管。此话当真？我们萧家人做生意，一向信守承诺，一诺千金。异火，青莲地心火，我可以给你；美杜莎女王，我也可以先给你。到时候你只需要按照约定，把我交给那群人就行了。好，我信你。这是我们墨家的如意扣，从进门到这儿，步步都是。如果你刚才说错了一句话，你已经死了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莫大当家的，青莲地心火已经给了你，这美杜莎女王也在你的手上。我呢，还中了你这个墨家的如意扣。我就是有再大的本事，我也翻不出什么浪。你呀，就放心的把我交给他们吧。算你聪明，这如意扣，就算你是斗皇也睁不开的。你为什么也带着链子？你的眼睛可是那闭眼三花瞳。竟然真的是！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？在这里，食人族还有多少俘虏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跟我自然是没有什么关系。
这是蛇人的乐器。送给你。拿到青莲地心火，当家的神功练成，墨家以后就是斗气大陆第一家族了。脚踏云岚宗，灭掉星运阁。干！听说这个姓萧的，还是萧家族长萧战的长子。这些纨绔子弟，没脑子到这种程度，也该是败亡了。不过，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呀。那你倒说说，这是我们什么好机会啊？五大家族衰落，魂殿入主斗气大陆，咱们墨家就可以从边陲之地走到大陆中央了。魂殿不会久居在这儿的，所以这是咱们趁势而起的好机会。恭贺大当家的！恭贺大当家的！二当家回来了。当家的，起来。怎么说？大人已经答应了，明早尽快派人赶来。你怎么对他讲的？我按照当家的意思已经告诉了他。我们经过苦战，击垮了萧家，活捉了萧炎，可是我们墨家却损失惨重，马上就要成为斗气大陆的公敌了，还请他范先生多多照顾。好，好，来，干！你在墨家做奴才，都忘记自己是哪族人了？将军，嘘。见过蛇王了？蛇王？现在蛇族执掌权力的是蛇王陛下，正关在墨家的监狱里。
主人恩重如山，主人要我的眼睛。是。你的闭眼三花瞳世间罕见，你要感谢你娘，要不是你娘给了你这双眼睛，你早死在蛇人国那堆烂泥里。主人恩重如山，主人恩重如山。明天我练功的时候需要你的眼睛炼药，乖，放心，我会让你活下来，好好过一辈子的。你就不要担心了，啊？是。把它顶到你的眼眶上，轻轻一摁，眼睛就出来了。乖，别怕，眼睛没了，命还在。
王，你自寻死路，可怪不得我。你的功夫还杀不了我，青莲地心火已经入了我的中脉，你要尝尝滋味吗？好啊。这是当年斗帝赐给蛇人的宝物，青莲地心火。只不过我做了一点手脚，让他入不了你的中脉。怎么回事？你贪心不足，不知天地万物皆有主，强取豪夺，自招其祸。把这个交给他。是。开个锁这么复杂呀？我跟着墨城这么多年，看一看会了。女王陛下还有什么其他吩咐吗？他说跟那小子，不是，跟蛇王说，食人国欠你一个人情。陛下，
参见蛇王。感谢蛇王用奇迹除了蛇人国的死敌，蛇人国能复仇，全仗蛇王之恩。什么话？来，你们呢，记得把这些尸体处理好，回去以后就对外宣称，蛇人族一直以来都与墨家联手。这墨家与我们是死敌啊！墨家呢，还留有一些余党，这些余党就交给魂殿去收拾了。所谓树倒猢狲散，想必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。我要走了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请陛下。恭送蛇王。回来了。哟，少爷，您回来了。有什么喜事啊？老爷亲自出城去接姑爷了。姑爷，就是薰儿小姐的心上人。心是，你可回来了。来，韩贤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只找一个人啊？哦，你们以后有的是时间客套，咱们啊先进屋休息啊。叔叔大礼待我，我不敢当。你客气什么呀？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不用客气。来，跟我进屋去。来，走，哎，走。喂！怎么办？哎呦，你进来都不敲门呐？这是男人房间，你怎么能随便进呢？你走了好几天都不带我，你说你去哪儿了？我去墨家坐了会儿。哎，韩信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正想问你啊，你就请他，为什么不请别的同学啊？